变成咱像咱电视节目，咱就是以圣人，而且做敬拜，做普罗做，而且咱必须透早起来普罗做。 咱人生的过程中，有高潮的时阵，下调的时阵，非常痛苦的时阵。耶稣甲咱讲，当我拄着大试炼、痛苦的时阵，耶稣讲，我的稳定到命力量。在咱上低潮的时阵，耶稣会看咱力量，咱来唱首稳定到命力量。 Amen.
咱行起的这块土地，咱上帝享受咱行起的这块土地，即马有介好，如果起咱若起，人民生活无一，咱伫遮恳求上帝啊，为这块土地，咱诚心来祈祷，愿主会将全地变旧。